究竟有冇一個測試可以做，知道自己係踏入咗更年期嘅呢？我係湯醫生，英國註冊嘅家庭醫生。更年期係指我哋女性喺停經前後經歷嘅一個階段，通常咧就發生喺45至到55歲之間。停經係即係指我哋嘅卵巢係停止咗排卵，平均嚟講咧，呢個會發生喺51歲左右。我哋嘅卵巢亦都係負責產生我哋身體裡面大部分嘅雌激素。更年期呢個階段，我哋雌激素嘅水平咧波動係非常之大，又上又落，然後咧亦都係逐漸咁下降嘅。就係呢個雌激素嘅波動同埋下降咧，就會導致咗好多更年期嘅症狀。好啦，去翻正話個問題，有冇一啲檢查可以做嘅咧？答案咧係可以話有，又可以話冇。我哋用嘅血液檢查係叫做 Follicular Stimulating Hormone（FSH）。但係其實佢對更年期嘅診斷作用咧唔係好大，因為喺更年期 FSH 呢個水平同我哋嘅雌激素一樣係好大嘅波動嘅，所以就算你個 FSH 嘅水平係正常咧，都唔代表你未踏入更年期嘅。如果你超過45歲，更年期其實係一個臨床嘅診斷，唔需要去做血液檢查嘅。如果你係40至到45歲之間，可以考慮去做呢個血液檢查。但係咧，你要記得呢個水平，就算係正常咧，都唔代表你係未踏入更年期嘅。咁對於40歲以下，如果懷疑佢有患有卵巢早衰嘅停經女士咧，咁呢個 FSH blood test 咧就非常之有用啦。希望呢條片咧都幫大家了解多啲我哋更年期嘅測試。以下落嚟我都會出多幾條片係關於更年期嘅。